这段经文，请問是第一次讀的舉手。路加福音15章25到32，第一次讀的。呢段經文第一次讀嘅舉手。都讀過啊。請問你覺得你是小兒子還是大兒子？請問你覺得你係大兒子定係細兒子？大兒子。好真實哦。去年呢？去年舊年。我跟牧師去英國參加宣道會牧者退休會。師母同牧師舊年去咗英國嘅嗰個參加宣道會嘅退休會。我們裡面有60多位牧師，佢哋有60幾個牧師。我們都是大兒子，佢哋都係大兒子。有年輕的大兒子，有年輕嘅大兒子，有中青的。我跟牧師是算中青，就是40到60歲。所以呢，老年的牧師是60到80，老年嘅牧師係60到80，他們都是大兒子，所以牧師同師母算係中青，60歲。那個講員逼着我們要承認我們是大兒子。講員逼佢哋要承認佢哋係大兒子。這是題外話。那個無糖不會講。那個黃國倫牧師問我，你承不承認你是大兒子？黃國倫牧師問佢承唔承認係大兒子？我說我是啊。佢話我係啊。可是我是很委屈的大兒子。但係我係一個好委屈嘅大兒子。我不會去責備爸爸，不歡迎小兒子。我唔會責備爸爸去歡迎個小兒子。我也不會跟我的爸爸說，那個抱怨，小兒子怎麼樣？我都唔會同個爸爸一齊去抱怨，會做啲乜嘢。可是我很委屈，但係我好委屈。好，今天我的題目是為什麼他總是被寵愛？今日嘅題目係點解佢總係被寵愛嘅？我們當中有小孩的不多，我哋當中有細路仔嘅人多。最多的是寶珠，他有4個。最多寶珠咪有4個。我跟實際是3個，寶珠也是3個。對不起哈，我們3個都是3個小孩。但是在座的各位，你在家不是獨生，你喺屋企唔係獨生仔，除了就以外，你也不是。好 ，OK 好，那一個家庭如果有2個以上的孩子，一個家庭如果有2個以上嘅兩個以上細路仔嘅，我們總會聽見這些話，你總會聽到呢啲話。我把它念完你的。你把我的鋼鐵人弄壞了，你是哥哥，不可以打弟弟，怎麼老是說不聽呢？哎呀，媽媽都是先幫姐姐蓋被子，我也不怕我感冒，媽媽一定比較愛姐姐。你將我個機械人整爛咗啦，你係哥哥唔可以打細佬㗎，點解總係唔聽咧？媽媽都係幫姐姐冚被先嘅，都唔怕我感冒。媽媽一定係錫姐姐多過我啦。還有，媽媽你不公平，你都只為弟弟妹妹好，買東西都沒有我的份。為什麼是妹妹不是我？哎呀，我永遠比不上姐姐，我是多餘的那個。你都唔公平嘅，你次次都係淨係對弟弟妹妹好，買嘢都冇我份。點解妹妹唔係我？我永遠都比唔上姐姐，我多餘嘅。還有咧，為什麼妹妹做錯，她都不用處罰？哎呀，爸爸媽媽好像很多事情都會跟姐姐說。哎呀，我不想努力了，反正永遠都不會輪到我。還有，哥哥有，我怎麼沒有？仲有啲幾歲？點解妹妹做錯都唔使罰嘅咧？媽媽爸爸好似好多嘢都淨係會同姐姐講喎，我唔努力啦，反正永遠都唔會輪到我㗎啦。我有點解我剛剛好幾個在笑啊，好像已經點到你。
这里有个故事，主角是大儿子。很多人读了这个故事都会觉得不公平，为什么小儿子得到的恩宠总是比较多嘞，比较大嘞？神不是偏待人的吗？为什么有一些人好像得到的恩寵總是比我多咧？度就有個故事，主角就係大兒子。路加福音15章記載咗。好多人都講聽過呢個故事，就覺得就好唔公平。點解個細仔就得到嘅恩寵恩典係比較大嗎？就唔係唔偏待人嗎？點解一啲人就好似得到一啲恩寵，總係比我嘅多咧？這個故事前面是說有個小兒子回家了，他跟父親說：“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。”可是父親卻吩咐僕人說：“快，把那上好的袍子快來拿出來給他穿上，把戒指戴在他指頭上，把鞋穿在他腳上，把那個肥牛犢牽來宰了，我們可以吃喝快樂。”呢個故事前面係講有一個小兒子咧，翻到屋企，細仔翻到屋企嘅時候咧，佢同父親講：我得罪咗天，我又得罪咗你，我唔配做你嘅兒子。個父親就對啲僕人講，就係快啲去攞件袍出嚟俾佢着，將戒指戴喺佢手度，將對鞋着上，之後將個肥牛犢攞嚟砍我哋殺咗佢，然之後我哋就可以學啦。等一下，那你要不要到那邊去比較清楚？對，看到不好意思。對，這個沒聽錯。英文的部分你不用翻好，大家看。那個時候大兒子正在田裡面工作，他回來離家不遠的時候，聽見作樂跳舞的聲音，便叫一個僕人過來說：“哎，是什麼事啊？”僕人說：“你兄弟回來了，你父親因為得他無災無病的回來，就把肥牛犢宰了。”那時候的人啊，有大事情才會宰殺肥牛犢，而且要請左右鄰居一起來吃，這是一件大事情。是什麼事呢？是小兒子回來了。那時候啊，嗰陣時咧，啲人咧就有大事先至會係食肥牛犢嘅，而且係要請左鄰右里過嚟一齊食嘅。呢一件係一件大事，係咩事咧？係因為細仔翻嚟啦，大家都在歡樂，可是這個大兒子卻生氣，不肯進去。他父親就出來勸他，他對父親說：“我服侍你這麼多年，從來沒有違背過你的命，你並沒有給我一隻山羊羔哦，叫我跟朋友一同的。但是你這個兒子和娼妓吞進了你的產業，他一來，你倒為他宰了肥牛犢。”大兒子其實是在說什麼？要給也給我，怎麼給他呢？他做了什麼好事？他做盡壞事了，結果他居然得到這麼大的恩寵。大仔就其實就係嗰段經文裏邊喺度埋怨嘅，其實嘅意思就係喺度講要俾都俾我，點會俾佢咧？佢做咗啲咩好事啊？佢做盡壞事，結果佢竟然得到咁大嘅恩寵，所以他生氣，所以佢好嬲。弟弟得肥牛犢，我連羊羔都沒有。你知道這個時候大兒子他心裡多麼心碎，多麼難過。爸爸，你有沒有搞錯？這是很多人的感受。做錯事的，為什麼反而有獎賞？而我是中規中矩，反而沒有，這不是很明顯爸爸偏心嗎？所以大仔就好嬲啦。細佬可以有個肥牛犢，但我連羊羔都冇喎。你知道嗰陣時大仔嘅心裏邊有幾咁多麼嘅心碎咧，幾咁難過咧？爸爸，你有冇搞錯啊？呢度係好多人嘅感受，做錯事點解反而有得獎咧？而我中規中矩嘅反而冇，呢個唔係好明顯爸爸偏心咩？現在你知道為什麼所有的牧師都是大兒子？
所以你而家知道點解所有嘅牧師都係大兒子嗎？我們都中規中矩的，因為補教會所有的不足。因為佢哋都係中規中矩，補教會嘅不足。家裡面有2個以上的孩子的時候，多多少少都會碰到這樣子孩子爭寵，是因為感覺到自己失寵，是爭寵是孩子的本能啊，他要表達孩子他被愛的需求。屋企裏邊有2個以上嘅細路仔嘅時候咧，就會面臨到有爭寵嘅呢個問題。爭寵係因為感覺自己失寵，爭寵係孩子係啲細路仔嘅本能，表達自己係被愛嘅需求。那孩子在爭寵的時候會出現的行為可能是這樣，他會行為退化，本來自己會做的事都不會。誒，你不是自己會繫鞋帶嗎？我不會了，你來幫我，不要幫妹妹。然後或者是他會打壓對方，會告狀啊，哥哥打我啦，或者是打人啦，大的打小的啦，持續引起成人父母的注意。爭寵嘅時候咧，細路仔出現嘅行為咧，就可能會係行為退化啦，自己本身識做嘅嘢就話唔做，識得綁鞋帶嘅話我唔識㗎，你幫我啦咁啊。咁又或者係打壓對方啦，告狀打人啦，咁就妹妹會同父母講，就係哥哥打我啊，姐姐打我啊，然之後係持續係用呢啲方法嚟到引起大人嘅注意。孩子會想盡各種方法去爭寵，是因為他覺得很焦慮。媽媽是不是不愛我了？如果他前面的計策都無效，這個孩子可能會用比較扭曲的方式來處理自己的焦慮。細路仔會用盡各種方法嚟到去爭寵，因為覺得焦慮。爸爸媽媽係咪已經唔愛我啦？如果呢個計劃無效嘅話咧，細路仔可能會用一啲更加扭曲嘅方法嚟到去處理自己嘅焦慮。是什麼呢？係乜嘢？壓縮住，因為他心裡想，如果我讓爸爸媽媽愛其他人少一點，就會多愛我一點。我們來看看大兒子他到底生氣是有什麼原因？想辦法去打壓其他嘅兄弟姊妹，因為佢心裏邊諗，如果爸爸媽媽愛佢哋少啲嘅話，咁佢就應該會愛我多啲啦。咁我哋睇下大兒子佢嬲係有原因嘅。大兒子生氣有3個原因啊。第一個，我服侍你這麼多年，從來沒有違背過你的命。大仔嬲咧係有3個原因，第一個就係我服侍咗你咁耐，我都冇違背過你嘅命令。這個意思是什麼呢？話裏面嘅意思係咩？你這多年，你應該報答我。我從來沒有違背過你的命，卻沒有得到應得的。這2句話其實是有關聯。我服侍咗你咁多年，你應該報答我。我從來都冇違背過你嘅命令，卻冇得到一啲應得嘅嘢。呢2句話其實係有關聯嘅。大兒子的沒有違背你的命令，這個並不是出於愛父親，他來服侍哦。他的不違背不是因為對父親的愛的回應，他不是因為父親好愛我，我在家中所有的工作就是因為父親愛我，我才去做啊。反而他是想，我做這麼多應該，而且一定會有所回報，這樣才公平嘛。大仔嘅嗰句冇違背過你嘅命，唔係出於愛父親，佢嘅唔違背唔係因為對父親嘅愛嘅回應，佢唔係因為父親好愛我，喺屋企裏邊所有嘅工作，就係因為父親愛我，我先至去做。反而佢係喺度諗，我做咁多，我應該嘅，而且我係可以嘅，一定我係可以嘅，做到會有所回報，咁先至係公平嘅。第二個，你並沒有給我一支山羊羔，叫我跟我的朋友一同快樂。意思是什麼？我表現不錯啊，天父爸爸應該看到，會給我獎勵。可是你並沒有給我，至少我禱告的你會給我吧？我喜歡的，我期待的事或人，
上帝爸爸，你會聽我的禱告嗎？另外一個原因就係你都冇俾我一個山羊羔同我嘅朋友一齊快樂。佢個意思亦都係我表現得都唔錯啊，天父爸爸應該睇到會俾我獎勵嘅。又或者但係你卻冇俾到我，至少我禱告嘅話佢會俾我啊，我中意嘅，我希望期待有嘅事或者人，佢應該會聽我禱告嘅。如果一旦天父沒有給，反而給了別人，這個大兒子就生氣了。小兒子分走的財產，跟他的酒肉朋友花光光了才回來，而我都沒有從父親來的肉，可以跟我的朋友一起歡樂，這個是什麼道理呢？如果一旦天父冇俾到佢，反而俾咗其他人咧，所以大兒子就嬲啦。小兒子分走咗啲財產，同佢啲酒肉朋友一齊用光晒啲錢之後翻嚟，而我就從來都冇喺父親裏邊有些少嘅肉，咁嚟到同我啲朋友一齊嚟到去 happy， 咁呢個咧係咩道理咧？第三個原因，你這個兒子小兒子跟娼妓吞進了你的產業，那大兒子心裏想什麼呢？他有個想法，產業沒有了，為了這個被你這個兒子吞進的財產，他出口羞辱他的父親，他也不顧念手足之情，產業被不對的人吃掉，他生氣，這是他第三個原因。第三個原因就係你呢個仔同埋娼妓去吞進咗你嘅產業，大仔心裏邊嘅想法就係產業都冇咗，為咗呢個俾你呢個仔同吞進嘅產業，佢出口去侮辱咗父親，亦都唔顧念手足之情，產業俾唔啱嘅人吞咗，係佢嬲嘅第三個原因。當一個人自認為做得比另外一個人好的時候，他就很難接受那個行為上不如自己的人，而且他又明顯犯錯的人，他居然無災無病的回來。當一個人自己認為自己做得比另外一個人更加好嘅時候咧，佢就好難去接受喺行為上不如自己嘅，又成日犯錯嘅，佢竟然無災無病咁翻嚟喎。他沒有辦法給犯錯的人恩典的時候，不知不覺呢，他已經進入一種自以為義的心態，就離父親的愛跟恩典就越來越遠。為此呢，大兒子指責父親，你做錯了，大兒子就很生氣。佢冇辦法去俾一個犯錯嘅人恩典，佢冇辦法俾犯錯嘅人恩典嗰陣時，佢就不知不覺咁樣進入咗一個自以為義嘅心態。就離父親嘅愛同恩典就越嚟越遠啦，所以大兒子就指責父親，你做錯咗啦。大兒子好嬲，大兒子用生氣來否定父親做事的人，你錯了，父親你錯了。父親要對浪子憐憫，他不要；父親要對回來的浪子愛，他不高興。大仔咧就用嬲嚟到去否定父親做事嘅原則。父親想對浪子憐憫，佢唔要；父親對翻嚟嘅浪子俾愛佢，佢唔高興。人們會用生氣來推翻原則，就是說呢，我不照着你的規矩來回應你，因為你不照着我的規矩來回應。人會用嬲嚟到去推翻原則，個原則就係我唔跟住你嘅規矩嚟做回應，因為你都唔跟住我嘅規矩嚟回應。孩子跟父母生氣，父母會不會跟自己的孩子計較？但是呢，如果我們是跟天父生氣，那天父的看法會是什麼呢？天父也不跟我計較嗎？還是天父要繼續用慈愛跟憐憫的原則繼續做事？如果個兒女跟父母生氣嘅話咧，父母唔會同自己嘅仔女去計較嘅。但係如果天父係同天父嬲嘅話咧，咁天父會點咧？
天父嘅睇法會係咩咧？天父都唔會同我計較咩？定係天父繼續用慈愛同憐憫嘅原則嚟到去做事咧？小兒子做了壞事來遠離父親，可是我們看見這個大兒子做了好事來跟父親遠離。我們來看看這位父親他怎麼做。小兒子做壞事嚟遠離父親，但係我哋見到呢個大兒子佢係做好事嚟到去遠離父親。我哋嚟睇下呢個父親應該點樣做。父親的挽回哈，這個聖經說，父親對他說：兒啊，你常和我同在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，只是你這個兄弟啊，他是死而復活，失而又得的，所以我們理當歡喜快樂。所以這個不用哈。第一點哈，父親聽出大兒子他對產業掛慮，所以他說：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，來安慰他。父親聽到大兒子係對產業嘅掛慮，所以佢就用一句話嚟安慰佢，就係我一切嘅嘢都係你嘅。第二點呢，父親用一種說法說：你這個弟兄，你這個兄弟，來提醒大兒子，小兒子固然是我的兒子，但你大兒子，這個小兒子也是你大兒子的兄弟。這個父親期望大兒子能夠換個角度來看小兒子，不再是跟娼妓吞進了你的產業的浪子，而是死而復活、失而又得的回頭者。因着他的回頭，父親希望大兒子能夠顧念手足之情，進屋裏面去接納他。第二個回應就係父親用你呢個兄弟嚟到去提醒大兒子。小兒子固然係我嘅兒子啦，但係佢亦都係你嘅兄弟喎。父親希望大兒子能換一個角度嚟睇個小兒子，唔再係同娼妓去吞盡你嘅產業嘅嗰個浪子，而係死而復活、失而又得嘅一個回頭者。因住佢嘅回頭，父親希望大兒子能夠顧念呢個手足之情，入屋去接納佢。這個父親第三步，他用我們理當歡喜快樂來說出父親的心聲。為了能夠有一個歡喜快樂的家呢，這位父親放下為父的尊嚴，不顧左右鄰居旁觀者的議論跟指指點點。父親係用我哋理當歡喜快樂嚟講出父親嘅心聲，係為咗有一個能夠歡喜快樂嘅屋企。呢個父親放低咗父親嘅尊嚴，佢亦都唔理旁觀者啲鄉親父老嘅議論同指點。父親去愛傷害他的人，這樣的愛擁抱了回頭的浪子，他也要去愛埋怨他的這位大兒子，惱怒的大兒子。他這個父親充分流露出父親的忍耐、智慧跟不止息的愛。這位父親用他的愛接納浪子，也要用他的愛勸慰這個生氣的大兒子。這位父親，他兩個兒子都要。父親去愛呢個傷害佢嘅人，咁樣嘅愛係擁抱翻一個回頭嘅浪子。佢同時亦都去愛一個埋怨佢嘅人，佢去嚟到去勸嗰個嬲嘅大兒子。佢流露出父親嘅嗰個忍耐、智慧同埋不止息嘅愛。呢個父親去用愛去接納個浪子，亦都用愛去勸佢嬲嘅大兒子。呢個父親兩個仔都要。我舉一個例子哈，舉一個例子。這個例子要翻譯嗎？因為有點長，我就用。你做普通話，他們可以讀。這個例子。我生第三個兒子的時候，我的一個很親近的一個10年的很好的同工，因為我做這個月子的時候，是教會的弟兄姊妹輪流煲湯來給我，那他就有一個姊妹就帶着月子餐來看我，他就放下湯走，我住在4樓，放下湯走的時候，他就說：我真的要對你說一句話，你不該生第三個。因為他不能得到你全部的愛，他是多餘的。然後他很生氣，
她很安静的说，她很生气就走。然后说走的时候呢，那个就有一个穿堂风，把那个门就嘣一声撞上了哈。然后我就赶快冲出去把门打开，就叫他，就一脚挡住，我还在坐月子，一脚挡住门，然后就喊他说，叫他的名字。他说是风，不是我，我不是跟你生气才嘣一声哈。我说我知道，你上来，你上来一下。然后你刚刚对我讲的那句话，我知道你也对我的秘书说，那时候我是教会的时候，对你的小妹说你是多余的，因为妈妈完全无法顾到你们5个姐妹，她们家有5个姐妹，这位姐妹她排行老3，注意到她排行老3，她是我很棒的同工，她很好的事情，很成熟的一个姐妹。那我心里就在想，她是不是也曾经被人家说过你是多余的？好，那下面这张照片，真的看不到。我们其实有5个姐妹哈，我们同时生了第一个儿子，这是生第一个儿子的照片。那我的那个10年的同工是最右边这位，那个，我们这里面只有一个是生女儿的，猜哪？我们是一起在那个我的母会一起成长，对，左边那个是。那他的小妹排行第5，然后是我的秘书，就是教会干事。他常常在我的办公室里面弯腰驼背。我说你怎么了？你昨天没睡好？他说我全身都痛。我问他你怎么会全身都痛？他说因为我们有5个姐妹，我为了有好的表现，我高中3年从来没有上床睡觉。那你都在哪里睡觉？你都在书桌前面读书，然后睡着就睡着，就都没有躺平过。为的是什么？因为我要考最好的学校，来证明我不是多余的。我还是翻譯一下吧，是嗎？師母講咗個佢嘅故事，就係佢響好多年前嘅時候咧，佢就同個生第3個細路仔嘅時候咧，咁有個童工，佢啲童工就個個都會係輪流咁去到去煲湯煮嘢俾佢食嘅。咁但係咧當有一個童工就係秘書，咁就同師母講，放低湯之後就同師母講就話你生第3個呢個咧係多餘嘅。咁跟住之後佢就走啦。咁佢走嘅時候咧就有陣風散過嚟，咁道門就閂得好大聲，砰一聲，咁佢就走過師母就走去開門，然之後就去叫翻個姊妹翻上嚟啦。咁個姊妹就即刻講唔關我事啊，係風咋，唔係我啊咁樣。咁跟住之後咧就師母話我知道你上嚟同我傾啦。咁我師母亦都係知道你對我呢個秘書呢個妹妹仔講你係多餘嘅，因為佢媽媽係冇辦法照顧到你5個姊妹咁多。咁咧喺呢個姊妹裏邊咧，佢係排行第3，佢係一個好好嘅童工，係好好嘅司琴，亦都係曾經係有冇唔知道嚇，曾經有冇俾人認為佢係多餘咧？跟住佢就係啦，呢個佢嘅細妹咧就排第5，就成日喺個辦公室裏邊去工作。咁跟住之後就身體就好痛，咁啊師母就問佢點解啊？佢話因為屋企有5個姊妹，為咗有好嘅姊妹有好嘅表現咧，我喺高中3年我都未曾試過喺床上面瞓覺。個原因就係我喺書台前面讀書，跟住之後咁樣就係讀完一路讀書，跟住之後讀下可能攰啦，就喺張台度趴喺度瞓咗啦。咁跟住之後咧就係咁樣就弄壞咗個身體。佢咁樣做嘅目的就係為咗表現自己唔係多餘嘅，我可以揾到一個好好嘅學校，可以有一個好好嘅大學啊或者 whatever 去幫我。咁所以我係唔係多餘嘅一個人。這位姐妹她認為我生第3個孩子多餘的，是不是也在反映她排行老3，
他曾經也被說過他是多餘的，然後他又對他的妹妹說你是多餘。佢呢個姊妹係因為自己覺得自己係排第三啦，佢排第三覺得自己係多餘啦，咁佢亦都講佢個妹妹你係多餘嘅，咁係咪即係都係因為佢個腦裏邊係有一個被多餘嘅？有冇真係父母有冇真係咁樣講過唔知道，但係佢個腦裏邊有呢樣嘢。我們說開了以後，他還是很生氣走，一直到有一天我們全家去一個教會分享德國服侍的異象。咁佢哋講完之後咧，佢就好嬲咁樣走啦。直到有一日，佢哋全家去一個德國分享去咗一個教會去分享德國服侍嘅異象。會後他就跑來找我，原來他換了教會，他抱着我說，他就抱住我，他說對不起，現在他已經從我是多餘的得到神的醫治，太感謝神。開完會之後咧，佢走過嚟去揾師母，攬住師母就喺度講：對唔住，我而家嘅佢已經係曾經從嗰個我係多餘嘅嗰個已經得到神嘅醫治，感謝神。我生老生嘅時候係37歲，師母生阿三嘅時候係37歲，師母。然後他抱着我說：神醫治了我是50歲。50歲嘅時候就諗住師母同師母講：我唔係多餘。神很奇妙，竟然在他50歲嘅時候醫治咗他的童年創傷。神好奇妙啊！竟然喺佢50歲嘅時候，醫治咗佢嘅嗰個童年創傷。弟兄姊妹，為什麼他總是被寵愛？其實是因為天父的憐憫與慈愛。我們要學習從我們所說出來的話來檢查我們。兄弟姊妹，我哋點解總係佢被寵愛嘅咧？其實天父嘅憐憫同慈愛，我哋係要學習從我哋所講嘅話嚟到去檢視自己。我們再一次看一下經文。僕人說：你兄弟來了，因為你父親呢得他無災無病回來，把肥牛犢宰了，大兒子卻生氣不肯進去。他父親就出來勸他。他對父親說：我服侍你這麼多年，從來沒有違背過你的命，你並沒有給我一隻山羊羔，叫我跟我的朋友一同快樂。但是你這個兒子跟娼妓吞進了你的產業，他一來，你倒為他宰了肥牛犢。大兒子的心是孤兒的靈，他裡面有苦毒。他第一個苦毒是嫉妒，看他無災無病的回來，他不高興。大兒子嘅心咧，其實係孤兒嘅靈，係一個孤兒嘅靈，裏邊有苦毒。佢第一個苦毒就係妒忌，見到佢無災無病咁翻嚟，佢就唔高興啦。做錯事的人還能回來，做錯事的人還沒事，他的心中不平。我們不是應該做完正事才能玩嗎？我們不是學過努力就會成功？當一切不照着大兒子的理念成就的時候，他心裡就生嫉妒。為什麼他受的恩寵這麼多？做錯事嘅人都仲可以翻嚟，做錯事嘅人竟然冇事，佢心裏邊就好不平，佢覺得唔公平。我哋唔係應該做完晒正經嘢，然之後先至可以去玩嘅咩？我哋唔係學過努力嘅先至會成功咩？當呢一切唔照住我嘅理念去成就嘅時候，佢嘅心就有個嫉妒喺度。點解佢嘅恩寵咁多？他第二個苦毒是埋怨，我服侍你這麼多年，從來沒有父親為弟弟宰肥牛，他就發怨言。我忠心的工作，什麼都自己扛哦，沒有麻煩別人哦，我不是表現很好嗎？沒有獎賞，沒有宴席啊，不公平。當一切都不照着我的想法成就的時候，他心生埋怨，為什麼他受恩寵那麼多？第二個就係埋怨，我服侍咗你咁多年，我從來都冇父親，我竟然為個細佬去宰肥牛犢，咁我就發怨言啦。我咁忠心咁工作，咩都自己做，我冇麻煩過人，我唔係表現得好好咩？點解冇獎賞？點解冇宴席？唔公平。
呢一切都唔照住我嘅理念去成就嘅時候，佢就埋怨佢點解細佬嘅恩寵咁多咧？第三个苦毒是控告，你这个儿子跟娼妓巴拉巴拉吞进了你一切的产业。父亲，你没有看见他做坏事吗？他是大不孝，还交了坏朋友，然后一起花你的钱，这个人是个罪人呐、当一切不照着大儿子的想法成就的时候，他就控告。为什么他受恩宠这么多？第三個苦毒就係控告，你呢個仔啊，同啲妓女啊食晒你啲家產啊！父親，你冇見到佢做啲壞事咩？佢根本就係不孝，仲識埋晒啲衰朋友，使晒你啲錢，佢係個罪人啊！當呢一切都唔照住我嘅理念去成就嘅時候，佢就控告，點解佢嘅恩寵可以有咁多？父亲也爱大儿子，他真的有看到大儿子的努力，为了要除去他孤儿的灵，他就用3件事情来挽回。第一个，感恩，你常和我同在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。第二个，赞美，这个是死而复活、失而又得的儿子。第三个，相爱，我们理当欢喜快乐，来修正这3点，来修正大儿子的孤儿的灵跟观念，为的是要挽回他進屋裡面來一同歡樂。父親亦都好愛個大兒子，佢真係有見到大兒子嘅努力。佢為咗要除去孤兒嘅靈，佢就用咗3個方法。第一，感恩，你成日都同我同在，我嘅一切都係你㗎啦。第二個係讚美，就係話個小兒子死而復活，失而有得。第三個係相愛，我哋應該係要歡喜快樂嚟到去修正大兒子嘅心同埋個觀念，係目的就係為咗要挽回佢，然之後一齊入屋裏邊一齊歡喜快樂。大兒子要從他的自己的反應來檢查他自己的價值觀，大兒子要從父親的做法來尋找父親做事的原則，是那個充滿憐憫跟恩典的心。大兒子係需要從佢嘅反應嚟到去檢視自己嘅嗰個價值觀，大兒子係要從父親嘅做法嚟到去尋找返父親嘅嗰個規則，嗰個係充滿憐憫同恩典嘅心。因為我們大部分的人都是從小兒子的光景被耶穌基督找回來，我們都曾經是小兒子，怎麼待在神的家裡久了，慢慢就變成大兒子了呢？因為我哋大部分嘅人咧，都係從一個小兒子嘅光景去開始嘅，從俾耶穌基督去揾翻嚟，跟住留喺神嘅家耐咗啦，就慢慢就會變成大兒子。這個是耶穌講的一個比喻哦。耶穌的比喻重點是放在大兒子要悔改，要回到父親的愛裡，因為我們都能夠體會耶穌是這個比喻的心腸。耶穌講嘅一個比喻，耶穌嘅比喻嘅重點就係放喺大兒子嗰度要悔改，返到父親嘅愛裏邊。願我哋所有嘅都能夠體會耶穌俾呢個比喻嘅心腸。你們猜我們在 Manchester 的所有牧師有沒有都悔改？你哋估我哋喺曼徹斯特裏邊去參加營會嘅嗰啲所有嘅牧師有冇悔改？我們都悔改。我哋都悔改。好，我們一起禱告。我哋一齊禱告。耶穌，你的愛跟憐憫是不要姑息罪惡，乃是要挽回罪人。求你給我們你的心腸，你的眼光，不去與罪同行，但要愛罪人。主耶穌啊，我們都是回家的罪人，求你讓我們也能夠去愛還沒有回家的罪人，也讓我們學習去愛家裡的罪人，因為你愛我們，所以我們能愛。我將禱告奉耶穌基督的名，阿們。